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雅珊，欢迎收看6月1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根据气象单位预测，南部较大的雨势可能延到16号到17号2天，但因为中央伫日前已经由2级开设降为3级，因此咱市也调降到3级开设。台南市灾害应变中心为昨暗3级开设，到上午调升为2级1改开设。市长赖清德上午也亲自听取各局处报告。根据气象单位甲各国的预测，市长关心的也是这几天雨势是毋是会造成地灾性的雨量。对此，虽然南区气象中心甲城大防灾中心拢毋敢挂保证，毋过根据预测，台南市也是会达到200毫米豪雨的等级。刚刚根据今天的各国的模式预报哈，15、16、17、18、19、20、21，大概平地平地的日雨量大概200毫米以下，可能山区的雨也许会多一点在台南的部分就日雨量大概200以下，然后山区大概是会多一点我们仍然要提高戒备，然后妥善因应各种雨势，然后将伤害降到最低。台南强降雨除了看方面，另外西南气流影响也真大。气象局预测，原本预估台南较大的雨势可能延到16、17号2天，所以市府下晡也调集水利局甲工务局，针对防灾警备甲防雨提出说明。市府呼吁民众，虽然15号的气象分析比13号分析看起来较减缓，不过民众也是要提高警觉，小心防备。至市长原本预定16号出国演讲，市长也表示，将会看16号、17号2天雨势，才去做决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2006地动到今已经超过10月，备受关注的维管大楼总算要开始进行重建。市府将协助维管大楼铁柱开挖地下室，向正重建的先期工程起步。15号下晡，由市长以及侪民意代表共同出席开工典礼，祈求未来工程圆满顺利。经过将近500天的等待，永康维管大楼重建先期工程原地下室铁柱开工典礼，总算伫15号正式启动。市长伫现场也再一次感谢所有协助台南市民重新站起来的善心人士、民意代表、警消甲救难人员的帮助。我特别利用这个机会，再度感谢全国的警义消救难人员第一时间来到台南协助我们完成救灾的工作，也要感谢全国各地的善心人士，在短短1个礼拜中间就捐了40几万笔的捐款，金额高达40几亿元。也因为有这些善款，让台南市得以有充足的经费，好好照顾我们台南市受灾的市民。非常感谢你们，我们用市民重新过生活，那么找回他们的精神过他们幸福的日子，然后也把重建献给台湾社会各界，表示我们对你们的感激。你们的钱你们的善款，你们的善心，完全用在市民身上，而且已经展现成效我们大家都感激你们，谢谢你们。维管大楼都市更新会理事长伫会中表示，台北东市大楼用了14天的时间重建，但是台南维管大楼要只用4天的时间来带新厝，期待重建完成的一天。如果有一天因有能力，一定会回报社会。能走到这一天其实除了感谢还是感谢。就是市长有说过，大地无情人间有爱
感谢社会上大众那么多的捐款，让我们有重建的勇气我也要感谢所有社会上每一个帮过我们的，只要帮过我们的人，我们都心存感激，都谢谢你。也要感谢市政府在赖清德市长的指挥下，他不但是救灾第1名的市长，他也是重建第1名的市长。一句句的感谢，充分表达灾民的心声。中建预计109年9月交厝，不只予原地中建的住户找回基地当中厝的感觉，也要予住户住伫安全、无顾虑的新家园。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位伫新化区仑顶里咸水溪堤防的排水口，只拄到大水，就容易被上游的物件阻碍水流，造成新化地区水位提升，容易淹水。对此，立委陈廷辉上午邀集6号局会勘，希望彻底解决问题。在当地里长甲议员陪同之下，立委陈廷辉上午邀集第6号全局官员实地会勘。位伫新化区仑顶里咸水溪堤防，原本要未施作的时阵，当地是未淹水。毋过伫堤防做好，第6号全局却只有伫个堤防开设3个堤防闸口。地势大水一来，水闸门口容易被上游流落来杂物阻挡，造成新化地区水位上升，容易积水。现在第6号全局又搁要发布时间。当地里长甲民意代表希望政府开钱爱有效果，唔通做无效果。咱今仔邀请咱第6号全局咱连局长特别来咱看到咱敢若溪咱的咸水溪即个水门的改善工程啦因为咱地方足烦恼讲过去有5孔的水门，正要变3孔，若是讲5孔会塌水，然后3孔佫会塌掉，互底啊塌掉的时阵，安尼是毋是会变成浪费着咱的经费？所以政府有希望讲咱的相关单位，包括咱的水利局啦甲咱的水利署，拢会当做着配套。这咱的林志聪议员甲咱的仑顶里林里长拢这样关心，咱希望讲会当有一寡配套做好势，毋通讲开钱了后，结果佫无成果。我相信到时阵咱人民百姓骂得愈较大声，所以今仔就做。即个未雨绸缪，希望因会当甲配套做好势，将咱即个地方所烦恼的问题甲伊解决，希望会当达到钱开到每一分钱拢有当有效果的情形。希望讲咱第6号全局和咱市长水利局赶紧来甲即个整体的物件来完成啦相信中央和地方都有责任啦拢有责任。阮徛伫地方也是希望赶紧来甲咱即。伊时咧会规划赶紧来完成来减少咱所有啦咱市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对此，第6号全局表示，一方面除了请怪手清除闸口的杂物，另外也将协调市府水利局整治吉拉溪排水系统，彻底解决闸口倒塌的问题。今日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街舞团体 OS Studio 得到国际世界街舞大赛台湾区亚军的好成绩，8月将代表台湾前往美国参加决赛，但是包括机票加住房的费用，至少需要160万。伊目前透过募资平台只募到30万赞助，因希望各界踊跃帮忙，让这个在地的舞蹈团体会当顺利出国参赛，为台湾争取公赢。时间接近半暝啊12点，这是真侪人已经咧休困的时间。但是这阵 OS Studio 舞者才大开始要练舞。其实，因的身份大部分拢是大学生甲上班族，因为热爱街舞这项运动，因得利用下班的时间来练舞，定一练就练到半暝啊3点。不过因一切辛苦拢有了代价，因为 OS Studio 今年参加世界街舞大赛，得到亚军的好成绩。
8月份将会代表台湾前往美国争取公营。OA Studio 的一个街舞工作室。那我们现在这个舞团有在做一些活动，然后表演、商演，还有一些设计等的一些活动。那我们团里面有许多人，基本上年纪最小的大概是大1、2，然后年纪比较大的是已经出社会，都是上班族。那大家都是爱跳舞之余，还是有在做自己的一般工作。那有一些也是全职的老师，对，然后大家都很认真的在看待我们现在的这一个街舞文化。OA Studio 规团20人的团队，若是要前往美国参加比赛，预估需要160万的经费。也因为因大部分都是学生，也阁有带出社会上班族，这笔费用对因来讲非常吃力，所以互因上了募资平台，希望各界会当协助因完成梦想。募资平台的部分，原本可能就是靠亲友啊、朋友帮忙推广啊，接触到的族群比较少。那好险，因为前阵子有一些媒体朋友的帮忙，然后刚好让一些网友可以多看到我们平台的露出，然后也因为这样，然后很多全台湾很好心的民众跟网友都慢慢的有小额累积，就帮助我们，也许是100、500、1000这样子，然后让我们的平台瞬间就是有到29万至30万这样。对，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大家。那平台的话，基本上是要募到50万，因为它这个募资平台它是采取 all or nothing 的机制，就是要不就是全额拿走，你只要在期限内募到你设立的金额，你是可以全部拿走的，它会扣除8%手续费，其他就归你。而是如果你在期限内没有募到你设立的目标，它会全部归零，会全部退还给就是那些赞助的民众。所以其实我们也很担心，也很紧张。世界街舞大赛8月份伫美国红红城举行，到时阵将有50外个国家参赛。OA Studio 也强调，就算知影参赛团体每一队拢实力坚强，但是大家一定会全力以赴，希望替台湾争取好成绩，让世界看见台湾。今日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扣分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日本时代到今的台南公园，伫今年满100岁，市府为着让台南公园会当继续陪伴民众，今年特别将公园做总体检，并邀请日本庭院大师北山安夫，重建日本的景观瀑布，伫15号上午正式启用，现场非常热闹。伫台南公园100岁生日一天，虽然天气无好，但是现场又原来了济民众，共同为台南公园欢庆100岁生日。由市长亲身颁发感谢状，予过去赞助建设台南公园的企业，也阁有写生比赛颁奖。其中今仔日的重头戏，就是由日本天皇大师北山安夫所修复的日式景观流瀑，也伫大家见证之下重新启动。我咧想讲吼，唔通去举办迄落一工性的记者会，也是一变性的大型活动，搁来甲伊搁吞大一个，搁较忝一个。我看这唔通吼。所以呢，咱后来选择讲吼，无请医生啦，树仔的医生。公园的医生，搁咱社区大学
咱遮的好朋友共同来诊断这个公园到底有啥物问题，甲伊健康检查就对啦。那么邀请社区来遮经由专家导览，甲伊介绍台南公园种种的一切，有100几年的树啊，有文化的建设，阁有古迹，阁有生态，阁有动物种种啊，互咱台南市民更加了解台南公园。啊，互咱的市民因为了解，更加疼惜这个台南公园，啊，互咱台南公园吼，安尼互咱感情搁较好，搁较深。市长也表示，这届台南公园百岁庆祝活动，市府无举办大型的活动，拢是以认识台南公园的历史故事导览活动为主，希望透过文史导览，增加民众对这座公园的了解甲情感。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被中央列为前瞻基础建设的沙仑理联科学城，将打造过来头一个自驾车试验场地。第一步就是要建立一座100%结合理能的现况中心，后续也计划将周边的大众交通工具打造成加团运输，而候车厅也要规划做理能供电的设施。地主各单位也开放设计竞选，这出首奖30万，要邀请各地的歌手参加。由政府推动的沙仑理能科学城，目的是要借着理能科技联合研究中心、甲理能科技实验场地，进行理能科技创新研发甲示范。目前第一步计划先针对无人驾驶的试验场地，结合智慧理能的概念，建立过来第一座用理能供电的现况中心，成为指标性的立建筑。希望能够开始先规划有一个这种零建筑的一个这种100%利能的一个建筑啊，来这种让大家来参与啊。那这样参与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国际上最新的一些这种构想呢，能够在这边提到这边来的话，我们如果弄出来的这种100%利能的建筑的话，可能就会变成在国际上是一个很有指标性的。那这个利能的这种屋顶高层上面，我们又可以把这个自驾车的这种测试场域结合在一起啊，它就当着一个自驾车的一个测试场域的一个行控中心啊，结合在一起啊，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所谓智慧利能的一个行控中心。另外，未来伫这个区域内底的大众运输工具，也将以电动公车，也就是氢能公车等加团车辆为主，并以周边道路作为示范路线。而路线内底的公车亭，也计划用理能的技术来建立。我们也希望设计一个比较属于这种100%绿能，而且低碳的这种候车亭，让人家感觉上说，这个地方真的就是一个属于这种发展绿能的一个区块啊。所以就说，在这个沙仑绿能科学园，我们现在在初级发展阶段呢，在整个主要的建筑物还没有盖完啊，主要的研发人员还没有大量进驻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个活动先开始。沙仑理能科学城筹备办公室为了建立100%智慧理能现控中心，甲加团运输公车亭，特别开放办理设计竞选活动，提供予建筑师团队甲一般民众参加。但新闻站山何乔邦采访报道。动保处为了推动多元的流浪狗领养管道，特别委托北区区公所媒合进行礼，为动物之家挑选适合的毛小孩，到你来担任顺手陪伴甲行销宣导的工作，不但促进你来的互动交流，也借此解决流浪狗的问题。以着嫁查某囝办喜事的方式，市府农业局动保处上午正式将这3只为动物之家挑选的毛小孩送到北区进行礼，并由里长亲自为因穿上社区志工的背心，宣告因未来将担任里内守望相助、甲社区关怀以及行销宣导的工作。媒介了我们振兴里的很有爱心的我们的童里长。他的志工们，在我们流浪动物之家认养了3只我们的毛小孩，来作为社区不管是陪伴或者巡守队，或者说是亲子互动的狗狗，成功的跟我们的社区的民众跟志工融合在一起。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然后值得推广给我们
各个社区。除了说让流浪狗成为社区的一份子之外，其实也帮流浪狗找到一个温暖的家。这项由动保处推动的社区服务犬领养计划，希望和流浪狗甲居民互动，促进里内的感情，也让因有一个工作机会，成为有厝通住的毛小孩，也借此解决流浪狗的问题。而且现在领养社区工作犬，是否搁加买送福利，也就是会当有专属的医疗卡，甲每一档免费自有放射的福利，来鼓励民众领养。但新闻架山何乔邦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乌阴顺雨，也就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8度到30度，落雨几率7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6月1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